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浩明，欢迎收看《暗乡风法》。讲到高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想到乜嘅？係南國自然嘅風景，還是廣島嘅風情？今日我哋有想到嘅係用一個畫筆來記錄高雄一草一木嘅這麼種欣賞。欣賞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面龍嘅謝文忠。先生，我哋今日看到現場吼，又帶來一啲安裝嘅畫圖，係咪同我哋介紹一下？又係畫圖係畫乜嘅呀？我有個語文嘅，我哋客家嘅吼，有個語文節啊，都是語文嘅都，我見畫嘅圖嗰度那個有關民俗啦，像語文嘅嗰啲客家嘅文化方面嘅吼，見可以說本土嘅那個東西係全部記起來都發起來。種畫圖一件事情。唔係一開始都規劃安尼嘅畫圖安尼事情，韓式都規劃。用我講咯，韓式有我媽吼，我媽媽話，伊係咧繡花，做繡花係到那個行家嘅那個，伊講去繡花又去做衫褲，繡花咯都有個花果而繡咩，所以我那一份嘅畫圖師傅，我都做造腳嘅啦。看伊畫圖我後尾我就曉得畫我個簡單樣嘅，我而家都開始個有心思啦。最後呢，禮拜花做喺前面，我做這個描起來吼，同我媽媽講，一般我做這個花都唔是花錢。安尼幾我都開始對花圖個有興趣啦。嗰時幾時就繡花喺啲畫布，走到嚟上面咧花草去繡。一開始我就一本師傅去畫圖畫我哋講啦，即個係。拿錢去買啊？咁後來你發現講我畫嘅有冇比個粗個冇？我都可以畫圖啊，你係曉得畫嘛？我最後就安尼個，我當然冇個切個花啦，我都個描起來啊，描到這個花果，我都要剪嘅咩，反映嘅嗰度東西啊。嗰時幾時就，如因為安尼剪啊，你慢慢就發現我自己會畫圖一件事情，都有心思啦。個後來先生在求學過程裏邊，都一直都學畫圖安尼一種技術嚇，還是講有中間有學過別的東西？冇啦，開始都西方咩哦，西方嘅畫圖都不是掉不得後邊就歸位啦吼，現在都歸形狀嘅畫圖嘅呢。其實我冇注重美術咩，我冇個美術嘅呢，都初中嘅根本都冇美術課啊，音樂美術嘅就叫我做起吼，冇那個欣賞啊，所以我就也去搞到歸學畫啦。最後順學嘅初中畢業順學啊，包括我畫圖畫唔到使啊，叫都吼，而家而家讀建築課啦。讀工業，我做考工業個，台南工業，我做讀建築課，個建築還沒出來，需要佢買個穿台前吼，做台頭家咧。投入還是最重要啦，哈，其實因為用個羅愛先估計搞個都市是包個重要。咁後來工業，後來有工業有讀嘅嚇。冇，我讀一年咯，我哋讀工業教嘅吼，所以有畫圖嘅課程嘅，還有嗰度數學嘅咯，設計嘅度啊，有測量嘅度嘅咩，我哋攞個預備攞個測量。台南嗰樣測量嘅吼，一測量嘅樣那個做啊，就講嘅叫看地標嘅度嘅啊，嗰度學生嘅都全部人哋都見到你個路嘛啦，全部看什麼嘢啊？看到同學有嗰度人哋嘅畫圖，嗰度什麼地方都啱啦，佢講啦，我哋看啱有人哋嘅畫圖，我哋畫一則，我哋測量一則是人哋畫一則，我哋這邊你乜個好搞嘛？台南市啊，我哋拖馬個咯，拖20個嘅啦，啱有嗰一個邊嘅。因為做建築個係個有心機的吼，有明日出來畫圖又好呀，嗰個出教嘅吼，所以讀個一年咩，嗰個這個讀工業啊吼，所以個才過來又冇熟曬喎，有嗰多錢咧，我哋都較過苦啊吼，我話佢哋講讀下嚟要花很多錢，我都只係做投考啊，考試好搞，一考又考對嘅，讀書又唔是錢咩，我話算了，乾脆讀書回啦，我都省錢啦你啦。所以我都叫佢是讀藝術課。幾時就本來對於工業啊，轉到藝術課時就爸爸應該有反對啦，哈。冇反對，因為唔是錢呀。畢業以後又有工作，馬上都要投入。馬上係，跟我爸爸形容啊，做欣賞啊，是人家嘛騎馬苦創嘅啦，最有實出手嘅。係啊，最好勢，係啊。我媽都佢反對啊，怕到曬下，一畫圖啊，除非你做廣告沙。你咪好，你咪同買圖咯。但是我對心思個睇嘅啦，讀書對這個心思個教書要教畫圖又好呀。因為咁樣多，這個是我終身嘅職業，知道嗎？
啊，其实对工业，因为工业要挖土吼啊，如果你一笔挖到这种拆了挖，其实要过讲究嗰种比例嘅，吼一定要错嘅。咁咱哋专去可能讲艺术方面嘅东西，咱哋中间会有嗰种专职嘅嗰种困难。唔会人係讀工業建築個天然嘢係基礎訓練啦。係。讀數學嗰度微積分嗰度啊，物理化嗰度基礎課程幾多啦？按個面試課程都素描，設計圖嗰度知道有素描基礎咩？啊，到語言上可是要建築設計要出來，所以佢係冇那個困擾。按個畫面試圖就畫素描嗰度，因為學校都幾簡單，都接起來就幾好。嗰個是素描，唔知個以前bản身冇學過啊，你去研究會開始，如果地講係運用嘅素描嗰種比例啊，冇嗰種光樣嘅問題。我主要係天分。嗰啲天分。我記得我去考嘅喎，我哋嘅佢我哋冇寫地上，喺度富麗莎嘅那個鹽條啊水墨咧。哦。伊冇錢嘛，我記得你面嘅30人嘅呀，頭家很鬼苦嘛。功夫嘅時間。功夫嘅時候，我哋考嘅嚇，開始畫素描咯，要畫饅頭。還要畫木炭嘅人，你用鹽筆畫，用木炭畫。我啱就是冇事嘛，要發饅頭啊！各有時嘛，好講要對點個人冇事嘛。我做那時係啦，我看有人同我做那八個就去把個弄啦，我們人弄開咯，人那個做粗嘅呀，所以我個那個一硬嘅哈，唔掂樣那個素描一樣。嘛對咧，粗嘅哪意思？我都是講。剛用那從橄欖葉加入上嘅。冇，我唔是粗啊，做安尼畫，我因為這樣考熟咩？我叫做畫水彩，水落去下水，都幾好撩人啦。畫個把度落去畫圖，有嗰度我哋叫南合啊，有嗰度寫咩田咧畫圖，佢快樂啊，畫佢錢啊，所以叫做冇畫個什麼畫個落去下水。啊下水嗰度當然叫人哋，美術圖都叫做印象派，嗰個圖俾人哋搞鬼合，全部看光線，有光線有色彩，啊我哋落去下水叫做，所以我圖咯全部啊我哋南部。日頭鬼強，啊！個同意嘅，按你嘅印象都講愛講派啦，啊！我都個考入，我都係個考對印象派嘅圖，我都變化都對。雖然有乜個抽象啦，那個立體派嘅咯，我都嗰度講冇興趣。啊！我對我哋故鄉嘅鄉土嗰度那東西咯，所以佢現在地方做本土派啊，都放喺故鄉。所以我合到世界各個行商行啊，嗰度還是我哋面紅最強。印象派係一種法門的一種，如果講究我都講，係等啲光線灑入來嘅時間，睇事物上面產生的變化。嗰時印象派畫家地位可能一年畫幾多種畫作，因為團隊嘅工樣嘅無共樣吼，共樣伊個樹嘅無共樣伊個木嘅，會呈現出無共樣嘅一種風情。嗰時其實欣賞人哋寫成係對一年。畫圖畫到大，對頭嗱畫到，對二頭出來畫到二頭跌下去。那有人做過啦，即係人可以講派個，就算行起來講線，一講譜冇咁多，我屬於紅色嘅色彩，按連饅頭要屬於個紅色嘅色彩，個咁嘅色，當都就做個白色，所以個眼鏡、中鏡、圈鏡全部講，畫圖就個講究構圖嗰度啦，色彩嗰度。因為頭先生講到兩個佢從有提點講。ที่เรา講，因為南部嘅光線都幾廣嘛，嚇，嗰時對人嘅畫作地方，如因為講，一度都係團隊合嘅一啲點。天見都講，唔知道按到天講發現面濃最正，我慢慢發現講，其實有兩點睇人畫作地方從頭會看得到，嚇。咁因為講，因為畫作地方面濃出現按到是因為唔知係因為講萬世都睇面濃，唔係面濃人，還是講唔知係對面濃嘅也塊土地係有個什麼感情？人哋畫圖啊，當然都可以對人欣賞嘅地方，可是顏色都太美，當然有感情。啊，當人太欣賞嘅，要當愛睇要嗰樣，啊，到要當係第一題係冇出嘅，嘅全部傳承嘅都，不好去畫圖啦。啊，佢要得國外去畫圖，可能可以嗰度東西佢講，但是我面到好還是我哋面容最講，所以我都。屬於講人哋退休了，我都全部都面濃，所以我見主題都全部畫面濃嘅東西好多。因為有啲問題就講人哋從頭我看到我哋風景嗰講啊，吼，又冇俾人破壞啊，吼，然後冇嘅嘛嗰講，然後有時候
河坝啦，往过抢。咁唔做嘛好，因为讲最慢还是因为面容最强，因为面容强啊，挺难。因面容啊吼已经唔强嘅咧，所以吼特别过强嘅，我哋韩式嘅过强，吃也面啊，按石头发塌嚟嘅吼，人工嘅东西越来越多。按像我哋面容河坝吼，特别嗰度竹头啦，我哋洗身那个强嘅那个情绪发动嗰度，加个机啊吼，见到冇嘅，我哋特别河坝洗身那个度咧。啊，雕红的、内红的做下工嗰度，啊，然後全部做體驗變泰式教育嗰啲，因為已經開始發面容嘅河壩故事啦，所以我韓式到泰基做大概我都仲會發起來。問題係人講按面容專家，按像今日看到嘅有個吼，種三花樣嗰度，紅啊、黑啊、紅磚嗰度過講，啊，英講嗰度過講，啊，唔過全部都流嘅。路嘅嗰條路就大喺度都流嘅，依家看相同嘅都唔講嘅，因為見到發路嘅故事咯，我見全部嘅精神都發我哋面容嘅頭髮嘅記憶啊，韓式都睇所看到對我發，佢哋嘅歷史嘅人嘅再現咗，所以我做咩到啊？我發動嘢有一個資源，因為頭髮我哋講面容歷史，頭髮嗰度出現冇寫面容嘅東西啊，所以面容過去嚟都睇個記唔得咧。佢有人發，人哋嘅愛上小姐就講到個，特別嘅圖書館冇寫到面容嘅東西嗬，全部記唔得。啊，我嘅畫圖啊，我冇寫文章嘅，啊我用畫圖嚟記錄面容。見到嗰種人唔好看文章嘅咩？看圖，你看得到底下有個乜嘅東西，所以我咪用圖畫嚟畫面容嘅東西，故事流傳後退啊，可能更有意思啦。嗰就變成欣賞嘅畫作，變成一種記錄以前面容嘅一種最重要嘅一個資本啊，能講根據啊，哈。但係有時就對於我哋故鄉嘅記憶，我記唔得，但是這麼種欣賞，用嘢畫作幫我哋記錄到面容以前過長嘅時間。休息一下，睇下外國重要嗰度嗰精彩故事。嗰時從我哋畫作，欣賞我哋留下來。亞克力彩。亞克力彩。亞克力彩了，水頭多啊做水彩，冇頭就做油畫。嗰時用下嘅水彩同油畫兩個重。啊伊那個走回來吼，就點啊，就跟亞克力一樣嘅，都比油畫還強。翻過來啱樣方法，你咁樣有倡導嘅係來自面容嘅這麼種欣賞，也係啲自成嘅畫家，而去過幾多國家，但是因為去到人哋國家之後，發現面容還是最強嘅。從欣賞，你去到人哋國家，你去過哪個國家去畫圖啊？我開始開放觀光嘅吼，我就開始出國，出國就睇咗我最想去嘅就歐洲嘅法國啊。但是去歐洲是貴貴，開始蠻多錢都先去東南亞國家，像日本啦，也有韓國啦，也有馬來西亞嗰度看下嚟。日本那個當意識嘅東西啦，因為台灣係通名書嘅話，冇乜嘅資訊係都學日文，都刺繡日文，買日本嘅雜誌嚟看，日本嘅畫嘅書嚟看，日本個發展台灣係冇，從今是買嘅旅遊嘅啦。所以我都要先看日本，最後去歐洲看法國，老虎宮先看啦。你看了一來去，歐洲那對文藝復興開始，我哋美術史對嗰度嗰度西洋化嘅學西洋化嘅咩，我都先去歐洲，我都學西洋，我哋就攞個寫生嘅嚇，我哋做實際學東西做，我哋講以自然為實啊，我哋即個學到嗰方面嚇，所以我就開始對歐洲。歐洲我幾乎都先去那個法國啦、德國啦、意大利啊，個英國啊、瑞士嗰度，反正是中歐、南歐、北歐、東歐我全部去過嘅，去5、6擺歐洲，全部看過人建築啦、美術館嗰度，看到嗰度按當時泰式嘅作品去，
因此，俺的秘书是ทุก個東西全部嚴重嘅甲看過嘅。要做試過啊，吼，我做米格，米格我是我老頭睇米格啦，所以我米格全米格繞一圈回來。啊，去個看那個美術館，啊，這個紐約我看個美術館嘅看到埃及嘅那個金字塔，你咯，嗰啲金字塔嗰啲東西搬過來嘅那個，啊，我看到木乃伊吼，嗰度有這個展覽嘛，所以我咪說喺度看文明古蹟。所以我說，在美國嘅看到嗰度那個大學啊，嗰度那個教育建嘅那美術館嗰度啊，我講咁樣都哦，一路回饋嘅那個事情咯，咁我都開始有影響嘅。我說咩咯？我將來我退休啊，可能要做一個回饋嘅工作，所以我就開始要對中國態度去，叫中國態度開放嘅，我就請嘅千年古蹟，像周莊啦，或嗰度烏鎮嗰度那個。特別個傳統有講啦，那個水源地嗰度做開個運河嗰度，用住嘅。嗰度全部嘅古蹟咯，都係講啊，我就開始發嘅那東西，我又開始發嘅那個世界嘅那個，因為世界那個世界遺產、自然遺產同埋那個嗰度遺產咩，又文化遺產又自然，按睇個那個西城嘅九寨溝嗰度啦嚇，張家界嗰度，嗰度什麼國家呢？我要去看啦。所以按那個新疆嗰度以來，所以中國態度我全部繞一圈回來。所以我說五太子，我行嘅五太子世界我做嚇，歐洲、美洲、嚇非洲，嗰個太陽族嚇，嗰個澳洲，我嗰度全部係試過嘅。看到以後，人家講啊，還是我故鄉國家，因為有感情。像一到去過安多地方，看到安多安江嘅風景，一方面印證到以前喺讀書地位，講嗰度風景啊，嚇，無論嗰度北門，咁聽人都講，你喺去嗰個地方嘅時節，你本身都有去下山嘅，還是講哪裡去參觀啊？去嘅嗬，要帶個縮寫簿啊，縮寫簿，啊個有攝像機嘅咩？攝像個夾啊，看到嗰個我就攝起來，啱啱就當當有限就發，即係呢行冇咁多時間啦，等下擺去睇到現代人行行，下擺一個線。當然我係前見咩，像於福建廣東，因為有一次要參加那個嘉應大學嘅那個論文發表啊，叫人哋面容，人哋台灣都請一個，人哋中央研究院民宿所嘅徐正光教授嚇，佢同我規劃啊，因為曾老師唔去台中嘛，人哋要用論文發表，我帶你去嘛，啊，嗰度我有請嚟咧，我就用藝術家嘅身份請嚟去嗰度嚇。去個做有往嘅演講嘅場，我都講美容嘅事情。我台灣南方嘅客家小鎮，我嘅論文發表嚇，睇下佢從事呢，佢係咪話嘅PowerPoint我就嗰度幻燈片，我一方面介紹我圖，一方面介紹美容嘅風景嘅就嚇，睇緊要嚟做論文我讓我做，按佢係個嘉應大學嘅那個研究所嘅主任帶我哋看客家圖了。這樣我就叫做啊，我哋客家叫做真係很偉大咗嘅啦。講我就開始前年古鎮以前我就專門做客家嘅圖咧，客家圖咧從福建、廣東嚇、廣西嗰度圖咧冇相同嘅。我係看到差唔多300-400件客家菜啦。像先生，咱哋本身喺台南師範學院藝術科出畢業嘅，咁出來路來做先生，好咁。其實就我記得同你講一開始嘅時候講，你其實係大部分都係春季下山嘅時候都係用水彩。咁油畫咧，油畫喺學校地方要教一下。嗰時候，因為油畫個貴咩？啊我又講冇處理啦。油畫設備嘅地方，我又唔會找咩，所以下山啦嗬，貴麻煩。但係個東西，特別啱見要種草嘅嗬，看下草地嘅係冇嘢，個嘅工具個重，所以就個簡單。所以我畫油畫嗰啲幾嚟畫，我畫太重嘅圖，那按照帶出去畫麻煩啦。嗰個地講其實水彩嘅，可能講技法嚇，可能用技術同油畫技術是冇咁。啊，現在學校冇學水彩，很容易開始學過油畫嘅嗰種技法嘅。再講嘅啦，意思嗰種同理啦。油畫就用油嘅色彩去畫，水彩用水彩嘅水性嘅顏料去畫，再講就相同啊。
像水彩技法就比较的水性同油性来了解。啊，水彩就水用角度个要渲染化，啊油画油用角度咩可以渲染啊，啊墨用油个做一块一块个墨相同，按这个技法有一点不大一样哈。按再讲个人，俺现在画艺相同，无感觉到过无画，俺画油画电脑画过夹，因为佢过来过去咩，啊水彩一笔顺手，水彩同技法相同，画嘢都过无过啦，应该说伊无看咩吼，啊油画画到冇重新再画就做得啦，啊不过油画冇讲过好画咧，油画画过精致，也是某一个画图讲过好画个啦，但是油画应该粗糙个人啦吼。过来过去啊吼，要过啊过好，那是过好处理啦。啊，水彩个技巧吼，过有感性啦，随时要完成那个感觉，过快速个人过好画。啊，俺咪咯，迄对俺来讲，全部相同。可像我哋今日带来一幅画个吼，伊迄本身迄迄油画还是水彩？伊有个新的材料，亚克力彩。哦，亚克力彩。亚克力材料，水挑刀啊做水彩，无挑就做油画，啊有个较早。所以用合的水彩同油画两个新的材料，啊伊安尼个走回来吼，做点啊，就变亚克力样啊，都比油画个强，都唔好推死个了。有嗰種油畫立體的感覺。我都用油畫方法畫。像先生安尼，按每去寫成吼。你去寫成很容易去選嘅嗰種，譬如講那一點，喺唔知㗎，你咪個一點係最適合寫成嘅地方。嗰種油墨嘅我哋講訣竅冇，嗰種偏好冇。也冇啊，關注下嘅機性啦，將係個好個講嘅所在，又個睇嘅面積嘅，又個好畫細細嘅面積嘅，所以我希望係個好畫睇面積嘅，一看咧開闊嘅感覺嚇，將係山脈嗰度啦，平原嗰度啊。等下應該畫太長嘅圖，啊畫細長嘅咯，都一個觸看一個細地方啊，佢畫細鋪將用應該畫從那個色彩啦，啊嗰個轉那個色彩都係畫細那個色，啊我嗰畫太面積嘅，將一個整個山、整個房間，將佢畫一面叫做全景，啊嗰畫咧，讓一看咧啲啊，有個那個震撼嘅感覺，所以我嗰畫太個多。太面積有太面積的處理的方法，細面積有細面積處理的方法。太面積我冇處理，按太嘅東西我冇處理。一成年去過嗰度地方嘅整文中先生，而留下來嗰度睇國外畫嘅畫作，休息一下，第一下我哋落看嗰度畫作有意精彩。我有看過人哋畫一啲業嘅嗰種輪渡嚟嘅。按那個基點，一個全部畫出來，基了，按佢冇嘅咩？按我這畫出來俾大家看，那意思我就跟住這個畫，我專注按落呀哈，人生哈，唔係嚟叫我做下問題啊，能夠畫嘅就盡量畫，按這個名人故事嚟就畫出來哈。我想過來啱用方法，今日我哋有請到嘅鄭文忠先生，伊去過全世界幾度無窮嘅地方，伊嘛畫過幾度大細作品，但是嘛講到大作品，講到細作品咯，我哋今日來摸一下鄭文忠先生。嘛講到大作品啊，嗰個都世界幾大嘅，世界幾大，讓全世界嘅各國嘅那個無論嘅風景嘅，佢都太奇嘅所在啦。按個世界都我哋本土嘅。哦，本土嘅都我哋有感情嘅，貼片用嘅花，我用嘅有那個記憶性嘅東西，叫做個精緻嘅東西。我記得有一啲作品係畫英國嘅溫莎堡，嗰啲個泰作品，他們有泰啊。哦，兩色冷茶。兩色冷茶。四插兩色冷茶，你說綠茶差唔多啦。叫溫莎堡嘅都喺英國嘅畫嘅。啊，佢係用嘅一種想法，去想我畫嘅嘅作品咯。哦，因為佢嘅朋友啊，佢嘅英國傳統啊，如果想同人買一種圖啊，你發過英國啊，英國去嗰度地方，像蘇格蘭啦、英格蘭對吧，威爾士，還有愛爾蘭嗰啲，全部去過嘅啊，特別發嗰度圖。
啊收过落上的资料要到，啊伊讲英国传人，我都发个英国个，啊伊也传人空空啊，啊加上啊各度都变个美术馆样啊，吼，我都拿30-40张啊那个图，太太细细个图都来，有画伦敦个塔桥嗰度吼，啊画瓜子个啊，都变成英国才都英国风光安尼啦，啊这个多一个对台表都画一个，然后温莎堡吼，一个特别性嘅一样。那就发一种温莎堡，都创造不太壮那里啦。嗰组同时嘛，佢符合嘅传统本身的一个主题啦。从去过安多地方，看到安多泰山泰水，都有讲过写咯，写作品讲係一種文化作品係咪？我哋台灣本身嘅，我哋即個故鄉嘅本土嘅作品，本土嘅作品都起先個寫咩？佢講起來，我都有民族嘅感情啦，將個民農漢社地嘅成長嚟到台。俺係啲出去嘅，我都台灣上嚟走跳跳。台灣我哋交通太好，以前係做主角藝術家嘅嗬，啲做幫人嗰度見到都傳承，啲台北打到台東繞一圈，台灣傳承。啲人嘅做雖然係起先嘅，我哋本身嘅本土嘅那個，啲人嘅花我都係花鬼多啦。嗰時其實講寫畫唔係講畫鬼寫，係講伊本身講嘅係一啲我哋載體嘅故事，好係一啲。我哋個細緻嘅部分咧，一個表現吼，從我哋今日帶來後背係一個我哋民農工人升級嘅一個畫作地位，吼，即係講我哋一個畫作地位，唔可能馬上都呈現到按照目標嘅景田宮啦，吼，我哋擺白宮啊，從把呢啲東西全部用向下，表現一個畫作地位，而係一個特別嘅安排。一個咪一個是一個法通哦，一個法通用講啦，可能有白講嘅啦，哦，用啊，嗰全部一系列嘅東西啊，用講啦，孫節啦，吼，就是說孫人留下來嘅遺跡，按嗰個牌嘅地方，我哋供養孫節啦，養孫節，啊應該送這回來養嘅咯，當然佢說供養養而來，養嗰個送而去，應該兩個牌一個供養孫節，一個供送孫節樣出啦，吼。按過用很多孫節咯，特別我哋人讀書人有寫詩呢，自裝嗰度有詩啊，特別我係細個阿媽嗰度啊，有詩字冇跳啊，跳還有冇喊，我唔是詩呢，那個詩就屬於嚟講嘅南洋講，啊有人就老人家吧，要開個詩字南洋，你個要數詩字，數啊就拿金絲紙給寫啦，啊嗰個詩呢就孫人寫嘅遺跡啦，寫回來咯，我哋民農人講一個文詩啊。人詩也是有混合嘅，詩嘛有混合，寫回來嘅貨都有混合啦，差不多詩混。啊，所以我哋都民謠都獻給你哋啊，我哋民農都獻啊那個天公生啊，你要獻條啦，初九啦嗬，天公生個做，你要獻天公生咯，講下嗬，火把裡啊，天公生冇得寫上去啊，好多東西火把留到入啊那個海裡面去咩？所以天公生都唔可以寫上去，特別我哋市場上個火把寫呢，所以寫個天公生嘢嚟做，去金絲田，民農個四個金絲田，中心南邊都金絲田，去數啊那個施肥啊，施了都按叫金啊嗬，金絲田嘅那個，咩方嘛有啊那個兩個焚化爐嗬，一個是小金絲嘅，一個小獅子嘅呢，按我哋民農個江山堂就有個一個文金絲田嘅地方也有肥啊，按叫做筍就看個地嘅。就這個樹嘅獅子的那個火呀，希望個所在就拿火把去，啊火把呢，我們現在多愛做的啦，我先有那土司釀定，我送火把這樣啊，我都發個金絲條，將火把嘅那個火拿去啦哈，這個火拿我先拔過，拔過就搞個火把筍呢，我拔過因為土地公啊嗬，冬天嘅筍咩，我帶下個施粉。帶送啊火把去，啊火把呢就當然像土司擺哦嗬，土司釀緊嘅度，啊所以嗰度送獅子嘅就嗰度人停落嚟行，所以我發覺到停咧，那個隨行嘅男人上啊咧，歸最呢個土孫人嘅遺跡啦，所以佢啊我就擺喺那個金咩啲金田，也講個金田宮啦，個普台灣人講土家嗰個金田宮，一個咩一個擺啊嗬，一個搭喺台上有兩層。剛好都甜甜嘅，大下都天下嘅，都有兩層，都是屬於釀緊嘅咯，送啊那個，那個釀起來咯，就從經過桑田，講那個師傅嚟送走嘅，啊我對火把多啊去啊，
松本火把流啊太回去，特别安尼立法下叫做君不见，安尼个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出边太回不减肥的吼，也有安尼个水个都送啊到太回去，送啊太回来盐咯，安尼个嘛个唔咩盐咯，海龙王都海个笋的，啊伊食到哦那个安尼米龙人送的丝粉咯，带个粉啊，包上甜甜，所以海龙王要带那个丝粉啊，上甜甜，不那个玉皇太帝讲啊，米龙人个安尼个用那个是啊要玩，按那个基点那个全部发出来地方，基了啊根冇的咩，啊我就发出来给大家看，那意思啊，我就跟住这个发。我专注按落呀哈，人生哈，唔知来叫我做下问题啊，能够发个尽量发，按照个闽南的故事来就发出来哈。那医生那发差不多300人差个那个闽南话故事，啊闽南路街的故事，闽南天阳的故事山，所以我个题目可能叫闽南的山河图。咁種咱哋退休以後過來闽南以後，我哋第一經驗咧開始差唔多民國80年附近吼，闽南有嗰度嘅運動，從幾個運動現場其實有參加冇？哦有特別啊，闽南做水嗰個鎮莊啊，去申請啊，闽南歡迎來闽南做水庫。啊，我那反水庫那麼相反嘅事情咧，他個討論啊，用反水庫樣啊，叫做講野心，叫我退休嘅咩，我冇個壓力咧。叫我睇闽南語嘅節目吼，我買節目睇叫做大家來討論時間，我對你討論。那你可以叫個有生態旅遊，讓我嚟反水庫，水怕水啊啦，啊就我就帶頭啦。啊叫我哋說想很多辦法啊，嗰做發動福倫沙宣傳，用闽南人，大家有個強勢，讓我反對建立闽南社會都有理由，按照阮政府來可以說明批咩，咱個係上專業嘅咯，咱個嚟發生出來吼，反對建立闽南社區，所以叫有個表現啊，救闽南，反社區救闽南，這個事情說我說帶動嘅咯後生嘅，大家有強勢嚟講，我說可以負責去宣傳，告訴人民才會嘅宣傳。大概有意思来说，到地方去喂，快说明去。按快说明人哦，就嘛去同那个镇庄，同那嘛个，嗰度民众根本冇呢事情嘛。譬如可以就唱嗰度告訴來，睇嘅我記得有幾下告訴，一看咧闽南嗰度看到哦，可以對政府呢發聲，大概有個興奮，對就開始反水庫，真係開始嘅啦。從伊哋係退休嘅先生，即係你講唔記實退休啊嘛，嚇。退休嘅。然後又有合作，嚇。應該冇參加過安尼社會運動嘅一種經驗嘛，吼。冇。咁如果有按好擔去參加安尼嘅活動，你像頭先講嘅啊，冇小心冇俾人管呢，你迄種樣嘅心情開始想去做安尼。我哋天我咪都唔會乜嘅，冇嘅，我哋反水庫唔係拋離石頭，我哋用文化藝術嚟反水庫，所以我叫未來反水庫嚇，我都發一種國泰種嘅闽南黃蝶水嗰個秘境。也就安講嘅所在，天一張圖就畫一個水庫圖，用想象，伊講個水庫啊150個，按掩蓋嘅面積啦吼，5000甲啊，按睇嘅東西，帶我去哦150公尺高嘅水壩，有也冇5000公頃嘅那個地帶，個地質吼個地表斷層，安尼闽南嗰度博士呢，有個地質學家中也有斷層，所以一撞喺個大氣層。變化，闽南說咩村呀？有一個利用啊，說用那個文化啊，就畫一個圖，水庫圖畫出來，就用圖畫來解釋闽南反水庫利用。按照上帝發現，我哋用圖表現出來，按要創山歌，我哋用研發機，叫林先生呢一定要來都開始呀，民國嘅做創山歌，做按那個形式去反水庫。我哋用唔係一計算，用唔係做乜嘅，我哋說用文化。你做水庫嘛個理由同人講，按你反對嘛個理由講，按你個文化嘅按你個發動，真正斷落嘅有乜個報名嘅有乜個你管落嘅有冇方法咩？按叫人哋吼，人哋宣傳部有
那个我想来说，或者说一个团体嘛，从政府对发一个团体，没有无法之中，所以俺叫做组织爱乡协进会。俺那有行个的哈，有那个福伦沙、十字区个的医院，知识分子全部出动啊，人民也出动啊，所以个有一本杂志，也个都记载来访问，全部听俺就个黑啦。天使公司啊来访问，全部来访问俺就讲遍他样的事情。嗰時幾時咧行通變得個太哈？個太。對香港人來講，有片部分的事情。伊哋愛退休嘅國家，睇民農反水庫運動地位，擁有合作，做出嚟貴重嘅一個貢獻。休息一下，睇下就嚟談個精彩嘅故事。從安尼時期，差不多也延續到一度嘅時間。將來可能有個圖啊。看看美術館，也個建華保養市美術館，也一本歷史博物館。民農留一個歷史圖，也個種那個野生人嘅那個應該發揮好呢，也個完成那個做那種個信仰好做已經完成。反過來，啱用方法，伊哋畫家睇民農反水庫運動嘅時節，伊畫出做出水庫以前同做出水庫以後，其實民農無共嘅風景。用嘢畫作直接都聽人講，做水庫民農嘅發生乜嘅事情。文忠先生，佢幾時節唔除咗反水庫運動以外，接觸下來又發生乜嘅事情？我做一首畫3張圖啦，一張很多水庫前嘅美景。一種水庫圖，最後一種我冇畫啦，因為我哋反水庫成功啊。最後一種係畫民農嘅災難圖，叫災難圖都變學起嚟嚇，阿媽嘅我家從現場個連媽嘅棺材邊會跳出來，冇錯啊！那個他個做一個那個船咧，讓我有道理喺水庫邊咧，咁啊逃難嗬，媽個就升級地方有媽個那個小舟嗰度咩？這個做我冇畫啦，最後我哋民農也做冇安尼事情。我哋家呢有請音樂家，那個種係記得我請個李俊美哈，就從台灣米啊，這個森林我哋做水庫係個森林劇場，所以我安好所在，然後做水庫咯，有鋼琴家，那個音樂家嗰度這個表演，所以我哋用文化這個本土嘅一啲冇做水庫啦。從我哋反水庫運動，我哋暫時過一段團隊以後吼，你係咪有成立啲民農愛鄉啲協進會係咪？我覺得反水庫都順利唄，只要我哋有順利，因為反水庫係嚟吼，它有個完全嚟以後，你可以冇通過保留，我哋過咗沙期再造，將民農嘅文化、民農嗰度小小嘅文化就邏輯嘅再造，原料嘅重新再造。用個原料變成我冇原料嚟咩，變成咖啡館嚟做嘛嘅那個沙器嘅製作，運動我哋要做嘅事情。所以今日做咩咯？我最後做我哋按照貨房嘅嗬，民農嘅文化財做貨房，建築做貨房最重要。咁我都將我哋搞個貨房啊，改成美術館啊，我都提給省領我哋那個鄭文忠美術館，我都組織民農花坯，當初民農嗰度花嘅有啲。喺台北、高雄、台南嗰度啊，有面嘅嗰度咩？今日都在號召嗰度，明年嘅過年要，他會過來擺祖先嗰度咩？我都開發展，所以成立個民農花坯，明年做過年時開發展，後邊又吹落個展覽嗰度，叫做我哋民農花坯嘅擁有個文化本土嘅人來，我要搞學生嘅沙器，我要設這個沙器協會，專門嗰度歡迎家嗰度嚟畫圖。我記得嘅時間，前面嘅節目地方有講過，你要擺去紐約區嘅時間，有看到嗰度嘅美術館。其實我哋喺美國嘅嗰度美術館，全部唔係公立嘅，係嗰種民間去建築出來嘅美術館。啊，你幾時咪講過一句話講？你在香港係咪一生人有一啲資金，冇得講有啲能力嘅時間，我嚟做一啲美術館。所以有啲民農嘅美術館係咪有安尼一啲想法裏邊提想出來嘅？開始我後邊就太學嘅啦，看到嗰度乜嘅關注什麼教育鏡嘅咩？啊，咁樣我要成一個野生人地方，我有能力嚟嚇，再回饋，對民農嘅支持嘅就好，所以我都
美术馆以外，我就还包括买土嘛，将买土吼就建出来。哦，有一摆有一个新疆家，我哋用户用，伊可能係過年嗰度可能係種土過太重過上啦，100萬。我你買一張圖啊，我全部建出去，冇看我退啊，如果有樣冇樣，我有樣嘅。但佢考慮真是要買，幾張圖還是拿100萬出來。我有個別學到嘅時候啊，用樣嘅建，唔係用這種建咯。用用户用建，他就100萬，能用建啦，你這都建出來哦。提個就建面容，如果以面容技術畢業嘅，面容貴重畢業嘅，個老師用嘅100萬分3萬個嚟建，一個建比28個好高啦，就建用更高，他就100萬都建出來。那個是我第一次買100萬建嘅圖，就做面容嘅獎學金。第一個呢做面容店嘅董事長，那個美容店的那個上市公司董事長。應該同學，他也看到有相當100萬，就是我買一張圖，全部建出去。如果冇全部我名嘅，一般本建咧，一般我都存一個美術獎學金。一般也是建本嘅那個政府所嘅做那個天樓嘅改善嗰度。第三個做面容客家菜嘅一個老闆啦嗬，有可能係畫圖嗰度有個欣賞啊，而家你喺傳統畫圖啊嘛。喺上頭嗰度客家菜嘅那個仲係畫啲面容嘅 logo 嘅圖啊，建100萬，如果建100萬本3兩嘅仲要3兩嘢，所以建咗300萬用嘢嘅名嚟建，又佢做帶動嘅社會人士信仰嗰度嚟做獎學金，所以喺面容嗰度獎學金做按呢個原因發生嘅。嗰種嘢美術館唔單止係一個俾人欣賞畫作嘅地方，其實變成一個人。一啲成功嘅人士，無論講人哋以前睇過啲面容特殊嘅人，嚇，喺咪成功以後，人哋透過去買到嘢畫作，嚇，或者把嘢到錢，拿去建造無窮樣嘅一個地方，變成嘢畫作變成一個工業，一個人哋講媒介，嚇，呢啲透過嘢畫作，或者去建造無窮嘅學校，建造無窮嘅生意咧，用幾多生意人哋咧面容嘅後進，可以有一啲好好特殊。好，可以有啲好好上進嘅一啲方式，像安尼係咪當初即個上嘅一啲功能咯？像我哋美術館。當然係做引導員做名嘅，我係做美術獎學金，應該有嚟做考獎學金，有話那個體育獎學金，所以我哋面容獎學金按到全部少一年是建嘅，面容嘅有選秀嘅人，出年前都建出來做獎學金，還有選一個博士後學校，叫范師傅嘅有話那個，所以我建咗博士後學校，比做那個按那個建款嘅那個。一個媒介用的啦，所以我按過外面咧，一個月還唔拉白，我都美術欣賞咩，按要畫圖啊，我將來留到本後生嘅後頭人看咩，教育最重要，所以我都是小學開始畫壁畫，我都提出這個面容國小100周年咯，一告訴我這個鄭老師，嗱你教育呢有乜個幫助嘅100周年有乜個變，我都先畫壁畫。我說這裡畫給他畫30兩三個太壁畫，我就畫面容平原，面容嘅平原，面容嘅山脈，擁有按照博士體嘅面容裝啊，當然他個飛開有個面容嘅安尼教育全部歸來，我就提個畫面容，按佢我啲面容裝教嗰度學生啊，全部嗰度做教裝啊，全部過來上課，阿咩老師一個藝學教話同藝畫喎，真係所有做教藝都話。只要係教學生嘅做教裝嘅學教藝，全部計畫壁畫，全部唔是錢。按有條叫做教裝講，也是100壁100萬咯嚇。原來有錢咯，學教我冇錢，後邊仲係只個掏錢是吧？有啲講老師我1000就係拿唔出呢，那唔是錢。你面容嘅學教藝全部唔是錢，全部畫唔是錢。有啲教裝我做面容嘅我畫總政府啦，畫葉公山啦，畫董文寮啦，畫面容河啦，按這個按你台南嗰度有啲個畫，按你青年碼頭啦，有啲個畫澄清湖啦，有啲畫高雄港啦，嗰度中柱嗰度畫嗰度按你個貨櫃嘅運輸廠嗰度畫高雄嘅飛揚廠嗰度，所以我都每個地方有當地嘅風光，有乜寫嘅你寫嘅都會做，本那個學生去介紹，有人上課是介紹島內有個土炮嘅你，我後邊有學嘅有啲個。基本上我要建唔落講，我寫老闆唔是，就5000我都建咗5000，派個發做乜啦？看圖寫文章，
看个画图个，我画图我好常来看，比如讲啊，够简单，画图个深的吼，啊，画有个看写文章，作文比赛，啊，要发奖金。可是对人的歌唱地步来讲，其实画作本身没用钱来衡量，没用钱来算的东西，因为画作本身传递文化、保存我哋咧传统的文化嗰种价值，已经超过嗰种钱的一个多少嘅。咁更加欣赏嘛八十人世嘅，唔对海班人想要做乜事情啊？哎，要好讲画图以外吼，做社会化都太好个咩？啊，机关团体啊，嗰度可能喺图要办法，所以喺政工所嗰度啦，和区公所嗰度，啊个检察机关啊，要检察所嗰度全部叫做可能喺图啊，要办法。我都面都留太重画边，但是画当地的风光。啊，我要画2种以上，我一天都画一个面容，因为我係面容人，我画个面容的风光，不太个人显那个，我做面容的画家。啊，我而家个以外咯，我都hand嚟做画面容的故事。将来吼，我画3种啊，样嚟讲嘅面容和故事。特别唱声公寓来讲面容安尼，嗰度故事，嗰度东西我要画出来啊。对面容和佢哋开始画到最后。哦，都近视体嘅嚟，啊畫路界嘅或者清明上河圖樣嘅，咪按到好方面嘅朋友分享喜慶，而家干冇喪事冇畫滾彩樣啊，喪事嘛故里啊，啊係畫個全部故里，像結婚嘅嘛故里啊，講口嘅嗬，啊講啊你嘅家長嘅咧冇顯退嘅啦，啊個喪事講滾彩嘅嘛咁樣冇用人哋查嘅，佢條嘛畫出嚟叫做故里啊，特別人唔知嘅咩，啊畫田園。種嘅要種橄欖嘅，種寶樹嘅，啊種甘蔗嘅，種薑枣嘅，種鹽嘅，啲天然風光咁啊，就畫出嚟。我依家都畫300人場，3種面容嘅山河圖，面容嘅風俗嘅風景咧，全部用畫作嚟保留下來。保留下來，將來可能有個圖哦，我看看美術館，有個建到高雄市美術館，有一本歷史博物館，面容留一個歷史圖，對，有個種係個。亞生人嘅應該畫不好呢，畫2/3呢，一個完成人個做面容嘅實驗學做已經完成，嗰個是好嘅畫，世界各個嘅每個國家去畫嘅再回憶一下，從事藝術工作嘅人，我做畫圖最奇妙啊！如果你個做乜嘅咯？除了保養身體以外，做好嘅畫圖，快樂奉獻本3篇人士，啊有錢做健將嘅本面容嘅肢體。做一個美術獎嘅，我都鼓勵，啊！我明年派一個發展美術比賽，全部中小高中也有啦，啊3年以上也有，發出來做比賽做發獎嘅，鼓勵一個年輕人繼續幫助人發展，係咪呢個都最好嘅方法？冇忘本嚇，冇忘本咗嘅，飲水思源啦。對於這種欣賞嘅畫作地位，我哋可以看得出來，佢成為一個客家人嘅驕傲。伊嘛常常會提醒我哋後進，會保護我哋嘅家人，保護我哋嘅環境，以及我哋嘅傳統嘅文化。伊嘛用面容美麗嘅風景來分享我哋，記得聽我哋嘅社會地位，差唔多記唔得嘅客家精神。我哋今日非常感謝這麼多先生來到我哋嘅現場。咁感謝主持人，安好嘅安尼啊，還有感謝各位觀眾。安用方法，我哋下禮拜再見面。嗰時，張先生唔單係平常體力老闆，故鄉對一啲人嘅影響亦大。看今日這麼種先生嘅故事，出啲嘅，就是看過嘅泰山泰水，最慢還是故鄉嘅風景最強。這麼種先生，我8月份對故鄉嘅熱情。發成一座美術館，發成一系列的行動，去保護美濃嘅山水，去保存客家文